11月17，主日礼拜圣经撒母耳记第1章第4节到20节。第4节，以利加那答辩献祭，拢分献祭的肉，互伊的某比利娜甲伊的查某囝各一份。毋过以利加那互哈娜较好分，因为伊疼哈娜，可惜上主互伊无生囝。因为上主互伊无生囝，甲伊做对头的比利娜不时激伊，互伊硬心。即款代志逐年得发生。答辩哈娜上去上主的厝的时，比利娜照常安尼激伊，伊就啼哭，食袂落饭。伊的丈夫以利加那甲伊讲：“哈娜，你是安怎在哭？是安怎毋食？是安怎在伤心？有我减无比有10个囝较好。”因伫示罗啉食了后，哈娜就徛起来。迄时，祭司以利坐伫上主的殿门条旁的座位。哈娜的心艰苦，对上主祈祷，直直流目屎。哈娜下悬讲：“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你若真正关心你女婢的苦情，眷顾我，无袂记得你的女婢。使你的女婢生一个后生，我要甲伊一世人献互上主，拢袂甲伊剃头。”哈娜对上主祈祷无停，以利注意看伊的喙，哈娜静静祈求，只有喙唇震动无出声，所以以利想讲伊是酒醉。以利甲伊讲：“你要醉偌久？毋通阁啉啦。”哈娜应讲：“先生，我无得醉，我是一个真伤心的查某人，无酒交酒拢无啉，不过是在对上主吐出苦情。毋通看你的女婢做歹查某。我祈祷无停，因为真怨叹，心艰苦。”以利应伊讲：“你平安回去，愿以色列的上帝照你所求的赐福你。”哈娜讲：“愿你的女婢对你得到恩惠。”哈娜回去食饱了后，就无阁忧头甲面。隔日，因真早起来敬拜上主了后，就转去因伫拉玛的厝。以利加那甲哈娜同房，上主会记得哈娜。哈娜就怀孕，到时生一个囝，甲伊号名叫做撒母耳，意思是伊是我对上主求来的。